信唔信由你。好多西醫以為胸腺 thymus 好似盲腸，係完全冇用處嘅嘢。中醫本來就好少接觸解剖學，可能冇聽過胸腺。有趣嘅係，米芝蓮餐廳嘅廚師反而知道胸腺，叫佢 sweetbread， 因為胸腺內冇筋膜，煎香後外脆內軟，好似一片麵包。胸腺係一個免疫系統嘅器官，一旦被割去或失去功能，便會出現牛皮癬、紅斑狼瘡等自體免疫嘅大病。骨髓製造嘅淋巴細胞 lymphocytes 透過製造一類叫抗體 antibody 嘅蛋白質，能消滅入侵身體嘅物體。淋巴細胞點樣知道進入身體嘅東西係敵人或自己人？簡單解釋， A 型血嘅人可以接受任何 A 型血人嘅紅血球，同樣 B 型血嘅人可以接受任何 B 型血人嘅紅血球，但 A 型血人會排斥 B 型血嘅紅血球。但萬一如果 A 型血嘅人佢某一啲淋巴細胞唔覺意製造排斥 A 型紅血球嘅抗體，便會自己打自己，可能嗎？原來免疫系統唔會容許自己打自己。若 A 型血嘅人佢嘅骨髓唔覺意製造咗一啲能針對 A 型血嘅淋巴細胞，呢啲細胞一去到胸腺，便會被胸腺細胞命令自殺，又叫自滅。apoptosis 呢個現象叫群組剔除 clonal deletion。 但當一個人太焦慮，腎上腺分泌嘅糖皮質激素 glucocorticoid 會嚴重傷害胸腺細胞，廢掉群組剔除，而出現自己攻擊自己，又叫自體免疫。